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土耳其大地震，继续咧找人救人。搜救人员伫个废墟发现一个小女童，本地想讲已经过往了，想袂到后一秒奇迹来发生。搜救人员发现小女童的时阵，伊两蕊目睭是拢无擘开，拢无动静。搜救人员甲伊的面的石头涂粉啊，甲掰掉，而且甲刷叮当。结果这个小女童熊熊爬出来，骂好。救援人员加速度，小心谨慎，甲小女童为土石堆当中甲挖出来，送去病院。不过保护这个小女童的一个女性已经来死亡，看会出来，伊是用家己的双手拼性命保护着小女童。这个画面是互人看到心真酸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